各位親愛嘅老友記，各位善信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唔知你有冇試過喺某一個失眠嘅深夜，望住身邊熟睡緊嘅枕邊人，聽住佢平穩嘅呼吸聲，心入面突然浮現出一個令自己都覺得心驚膽戰，甚至有啲荒謬嘅念頭。你望住佢敦覺新添嘅白髮，望住佢日漸鬆弛嘅面容，心入面會唔會突然閃過一句：如果將來有一日真係要面對生離死別，到底會係邊一個先行一步？如果可以揀，我寧願自己行先，定係留低嗰個？好多人可能喺心入面偷偷諗過無數次，不如我行先一步啦！我真係唔忍心睇住你走，更加唔敢想象剩低自己一個人喺度捱。但呢啲說話，你平時連對住最親嘅仔女、最要好嘅朋友，都絕對唔敢輕易講出口。因為喺世俗嘅眼光入面，講生死係好晦氣、好唔吉利嘅事，分分鐘仲會換嚟身邊人一句無端端講呢啲嘢做咩啫？但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殘酷，但又冇比真實嘅因果真相。一對夫妻行到人生嘅盡頭，邊一個先走，邊一個留低，從來都唔係一場隨機發生嘅意外，更加唔係單純嘅運氣問題，而係早在幾十年嘅相處點滴，甚至喺你哋投胎相遇之前，命運同業力就已經悄悄埋好咗伏筆。喺呢度，我想先請大家喺留言區誠心打低8個字：善緣共修，身心安寧。為你自己，亦都為你身邊嗰位同甘共苦大半生嘅枕邊人，種低一顆清淨無懼吉祥嘅善念種子。喺講具體嘅因果徵兆之前，我哋必須先打破一個世俗幾千年嚟最根深蒂固嘅誤解。世俗人睇夫妻總係中意鬥長命，大家總覺得兩公婆邊個可以撐到最後，親手送走對方，邊個就係福大命大嘅人生贏家。所以好多人由退休嗰日開始，就拼命買補品做保健，極度驚死，更加驚一個人孤獨老去。但如果由佛法嘅因果大智慧，以及老一輩流傳落嚟嘅人生哲理去睇，呢種諗法可能完全本末倒置。老一輩有句老說話叫做：有福嘅人先行一步。第一次聽到呢句話嘅朋友，可能會覺得好刺耳、好殘忍。明明死喺伴侶前面，點解反而會係一種福氣？辛辛苦苦捱到頤養天年、長命百歲，難道唔先至係最好嘅結局咩？大家先唔好急住反駁。等我同你一層層拆解人生下半場最真實嘅心理真相。人生嘅上半場，大家拼嘅係事業、財富、家庭，靠嘅係一股往前衝嘅打拼勁頭。但去到人生嘅下半場，特別係踏入60歲、70歲之後，人生最大嘅考驗，從來都唔係身體嘅病痛，而係一種無影無影、日日夜夜吞噬心靈嘅折磨，就係孤獨。仔女長大成人，成家立業，有佢哋自己嘅生活、工作同煩惱，就算幾孝順，都唔可能24小時守喺你身邊。身邊嘅老朋友、舊街坊，隨住歲月流逝，一個接一個咁先行離去。到咗嗰個時候，你銀行入面有幾多存款，手上有幾多層樓，後生嗰陣有幾風光，全部身外物都填補唔到一個殘酷嘅空洞，就係你身邊徹底失去咗嗰個同你知冷知熱，同你呼吸同一個屋檐下幾十年嘅老伴。我見過太多獨居嘅長者，佢哋晚年最深沉嘅痛，根本唔係腰酸背痛或者食藥睇醫生，而係另一半走咗之後，每日1日3餐，煮多又食唔晒，煮少又唔知煮咩好，再冇人叫你一齊食飯。深夜天氣轉凍，再冇人下意識咁伸手幫你拉一拉鼻角。電視機開住嘈雜嘅聲音，你心入面有幾多開心，幾多委屈，懶轉頭想講嗰陣，先發現四面牆冷冰冰，全間屋得返自己一個對住滿腦子嘅回憶。呢種精神上嘅孤寂與日夜煎熬，遠遠比肉體上嘅病痛更加難以承受。所以佛法講授報與了緣，可以先行一步嘅嗰個人，其實真係一種莫大嘅福氣。因為佢喺伴侶無微不至嘅照料與陪伴下安詳離去，佢一生嘅責任已經圓滿卸下，佢唔使親身經歷送走至親嗰種撕心裂肺嘅痛，更加唔使喺餘生漫長嘅歲月入面獨自面對空蕩蕩嘅房間與無盡嘅孤獨。相反，留低落嚟嘅嗰位，其實係承擔咗成段婚姻入面最後
亦都係最沉重嘅一份修行功課，就係用自己嘅餘生去承受離別嘅苦楚，去為成個家庭收拾最後嘅殘局。既然生死從來唔係隨機，夫妻之間邊個先走，背後到底有啲咩優美嘅身心徵兆？點解好多時候屋企同身體早就發出咗極其強烈嘅信號，而我哋9成9嘅人都視而不見？喺香港荃灣有一間好舊、香火好鼎盛嘅古廟，廟入面有一位守咗30幾年香火嘅老廟祝，街坊後輩平時都稱呼佢做全叔。全叔喺廟堂幾十年，解過無數千民，睇盡世間紅男綠女嘅聚散悲歡，亦都見透咗人情冷暖與生死因果。大約10幾年前，全叔嘅廟入面每逢初一、15都會見到一對老夫妻嚟參拜祈福。我哋暫且叫佢哋做陳伯同陳太。陳伯行路好慢，背脊有啲微刀，但每一步踩落青磚地下都極之踏實沉穩。陳太跟喺陳伯後面，身形睇落雖然輕盈，但眼神總係有啲飄忽不定，成日心不在焉咁周圍望。有一次初一，廟入面人多擁擠，全叔企喺香爐旁邊，無意中留意到幾個極其細微嘅動作。陳伯一邊雙手捧住大香，另一隻手仲穩穩咁幫陳太拎住裝滿生果同祭品嘅厚重膠袋。當行到大殿嗰度好高嘅木門宮嗰陣，陳伯好自然咁停低腳步，刮過身，用自己嘅身寬擋住後面湧上嚟嘅人流，騰出空間，小心翼翼咁護送陳太跨過門樽先入去。入到大殿，陳伯先幫陳太點好香，遞到陳太手上，自己先至慢慢跪低參拜。就係呢幾個平凡不過嘅動作，全叔望完之後輕輕嘆咗一口氣，轉頭對旁邊幫手嘅小徒弟講咗一句：呢對夫妻嘅世俗緣分恐怕快將走到盡頭啦。徒弟當時好唔明白，疑惑咁問師父：陳伯行路雖然慢，但睇落面色紅潤，精神好足，事事都照顧得陳太咁周到，點解你會話佢哋緣分將盡呢？全叔搖搖頭，低聲講咗一段極有心意嘅說話。你睇陳伯，佢行路雖然穩，但成個人嘅精氣神全部都傾注喺身邊嗰位老伴身上。佢擔咗成頭家嘅重擔幾十年，為老婆為仔女遮風擋雨。佢體內嘅命門之火同元氣，其實一早就已經透支殆盡。佢而家只係憑住一股放唔低老伴嘅執念同責任心喺度苦苦死撐。內裏其實已經剩翻一個空殼。相反，陳太表面上看似冇病冇痛，行得輕鬆，但心神散亂，三魂七魄，其實全靠陳伯嗰股陽氣同氣場幫佢穩住。陳伯就好似一條燒到最後嘅老木柴，當呢條柴徹底燒成灰燼嘅嗰一刻，陳太依附嘅嗰團火亦都會隨之熄滅。呢個唔係突發嘅急病，而係兩個人幾十年相依為命、業力交足所注定嘅因果。果然唔到半年之後，全叔就收到消息，陳伯喺一個好平靜嘅冬夜，喺瞓覺嘅過程中面，大安詳咁超然圓寂，無疾而終。而陳伯走咗之後唔夠1年，一向無大礙嘅陳太，亦因為心力衰竭，相繼隨陳伯而去。佛法講緣起無常，相由心生。喺呢個娑婆世界，冇一個人係無緣無故突然離開嘅。肉身喺壽元將盡之前，一定會提早向身邊嘅至親發出求救與預警。可惜嘅係，世間有90%以上嘅人，平時只係盲目迷信醫院嘅各項體檢指標，只要驗血報告冇紅字，掃描睇唔到大椎瘤，就自欺欺人咁覺得平安無事。但其實當一個人嘅氣數同阿賴爺識準備抽離呢個肉身嗰陣，身體一定會出現3種極其優美但極其準確嘅反常徵兆，大家請務必用心對照。留意身邊嘅枕邊人同長輩。第一個徵兆叫做日夜顛倒、神魂失守，呢個係陽氣耗盡之象。你屋企嘅另一半或者老人家最近有冇出現一種好反常嘅作息？日頭成個人無厘神氣、精神萎靡，坐喺梳化睇電視，睇唔到5分鐘就開始瞌眼瞓，叫極都好似瞓唔醒咁，成日處於一種迷迷糊糊嘅狀態。但係一到半夜11點、12點，原本應該安神入眠嘅時候，佢反而突然變得異常清醒，喺床上漸轉反吉，徹夜難眠，甚至會半夜自己起身喺客廳走嚟走去，發呆靜坐。好多人以為呢啲只係普通失眠，求其買2粒安眠藥食就算數，
但喺中醫同佛法嘅生命學嚟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係天道運行嘅法則。日頭陽氣生發，人應該清醒；夜晚陰氣匯聚，神魂應該歸位。當一個人日頭極度嗜睡，夜晚反而亢奮，代表佢體內嘅元陽之氣已經耗損到極致，肉身嘅磁場已經壓唔住神魂，呢種現象就叫做神魂失守。如果持續幾個月，代表氣數正在加速衰竭，千祈唔好只用一個人老咗係咁噶啦就掉以輕心。第二個徵兆叫做性情大變，元氣衰敗，呢個係虛火攻心之象。俗語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幾十年嘅性格同脾氣，早就已經喺阿賴耶識入面定咗型。如果冇重大變故，絕唔會無緣無故變咗另一個人。如果你身邊嗰位一向性格溫和、極有耐性嘅伴侶，最近突然變得極度固執暴躁，甚至為咗一餐飯鹹咗少少，地下有一點灰塵就大發雷霆，搞到全家雞犬不寧。又或者相反，一個幾十年嚟最中意熱鬧、中意同老友記去飲茶傾偈嘅人，突然變得極度自閉孤僻，終日將自己鎖喺房入面唔講嘢，連仔女孫仔返嚟探佢都面無表情，冷漠以對。世俗西醫可能會診斷為更年期綜合症或者老年抑鬱，但喺因果同氣脈學角度，呢個係典型嘅元氣大虧、氣血枯竭。人嘅精氣充足，五臟調和，情緒先至能夠安穩包容。當體內嘅真陰真陽衰竭，壓制唔住體內嘅無名虛火，心智就會失控。呢種夫妻間突然出現嘅冷戰與無名火，往往係其中一方壽元透支嘅危險信號。第三個徵兆叫做反常念舊，潛意識交代後事，呢個係靈魂告別之上。呢一個徵兆係最準確，但亦都係最容易被當作普通小事而忽略嘅。好多老人家一世人都好慳亂，舊報紙穿窿衫爛銅爛鐵，幾十年都唔捨得丟。但如果有一日你發現佢突然好平靜、好有條理咁開始執拾自己嘅衣櫃，甚至將自己珍藏咗幾十年，平時掂都唔俾人掂嘅手錶、金飾、舊相簿、地契或者存摺，毫無徵兆咁主動分派俾仔女或者身邊嘅親人。佢做呢啲動作嘅時候，既冇憤怒，亦冇興奮，臉上只有一種淡淡嘅平靜，好似交代緊日常公事咁。請大家一定要極度警覺，呢個係阿賴耶識同潛意識嘅自我道別。佛法講，人嘅肉身雖愚，但靈識極敏。當一個人嘅生命大限將至，佢嘅大腦意識未必自知，但佢深層嘅阿賴耶識已經感應到天地無常嘅召喚，知道呢一世嘅塵緣即將了結，所有身外物一件都帶唔走，所以潛意識會驅使佢喺最後嘅時刻，將塵世嘅因果與物件逐一清算歸位。如果以上三個徵兆喺你枕邊人或者家中長輩身上出現咗2個以上，千祈唔好再同佢爭執是非對錯，請你即刻放低所有嘅傲慢與埋怨，好好陪伴佢，因為你哋今生同舟共濟嘅倒數計時可能已經悄悄啟動。肉身發出嘅求救信號固然精準，但佛法與堪培生命學話俾我哋知，人同你日日夜夜居住嘅屋宇本來就係同呼吸共命運嘅整體。好多人身體一唔舒服就四圍求醫問藥，買成1萬蚊嘅補品吞落肚，但佢哋往往睇唔到，其實自己日日住緊嘅嗰間屋一早就已經病入膏肓，死氣沉沉。喺一個人嘅元氣大傷、壽元將盡之前，你哋嘅家宅氣場一定會率先出現3大衰敗之象。如果一間屋出現咗以下情況，絕對唔係家居小事，而係整個家庭嘅生命力正在枯竭嘅警號。第一個信號，廚房長期唔開火，屋企斷絕煙火氣。廚房係成個屋企嘅命脈與丹田，爐頭嘅火光就係一間屋嘅陽氣與生機來源。好多中老年夫妻自從仔女搬走之後，就開始得過且過，或者兩公婆日日冷戰。你唔理我，我唔理你，廚房形同虛設，肚餓就隨便買個外賣，叮個隔夜飯盒就算數。佛法講完，起於聚，散於冷清。一間屋長年累月冇煙火氣，爐頭冷冰冰，兩公婆返到屋企各自睇電話，零溝通，成間屋靜到連針跌落地下都聽到。冷清就係死氣，當陰寒之氣日漸侵蝕家宅，
住喺入面嘅人精神同臟腑自然會慢慢枯萎。第二個信號，雜物堆積如山，死物執念，堵塞運氣。屋企環境其實只係你內心阿賴耶識嘅一面鏡子。好多老人家慳領成性，過咗期10幾年嘅西藥穿窿發黃嘅舊衫，幾十年前嘅舊報紙同發霉紙皮箱，將成間屋塞到住唔到身。佛法講萬物皆有磁場，你囤積嘅從來唔係舊物，而係你放唔低嘅過去同沉重嘅恐懼執念。屋企氣流唔通，鬱氣終日積聚喺床底同衣櫃，住喺入面嘅人呼吸嘅都係鬱結之氣，新嘅生機同善緣又點樣入到嚟？第三個信號，植物無故大片枯死，靈性生靈頻頻夭折。植物同小動物對空間氣場嘅敏感度遠遠超越人類。如果你平時悉心照料嘅花草冇唔記得淋水施肥，但最近突然成片枯黃腐爛，又或者養咗好耐嘅金魚雀仔喺短時間內一隻接一隻無故死掉，千祈唔好只當成天氣問題。呢個係家宅磁場發生極端轉變嘅直接徵兆，代表屋企入面嘅負能量同怨氣已經超負荷，甚至連動植物都承受唔住。睇到呢度，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個普遍嘅現象？喺好多氣氛壓抑、長期冷戰嘅家庭入面，先行一步撒手人寰嘅10個入面有9個往往都係男人。明明從生理同外表嚟睇，女性似乎更加感性柔弱，點解最後頂唔順先走一步嘅通常係看似強硬嘅男人？呢個背後除咗生理構造之外，更藏住男人心入面最深層嘅委屈與業力透支。男人從出嚟社會打拼嗰日開始，就背負住幾千年世俗枷鎖嘅沉重代價。傳統觀念要求男人頂天立地，做一家之主，要像一面盾牌一樣，衝喺最前面，為老婆仔女抵擋世間所有嘅風霜雨雪、職場競爭同經濟壓力。但女人天生識得宣洩與情緒流動，遇到委屈可以同姊妹訴苦，可以大喊一場，呢個本身就係一種自我心理排毒與療癒。相反，自古以嚟，世俗教導男人流血不流淚，男兒有淚不輕彈。男人喺外面受咗幾多屈辱，生意蝕咗幾多錢，身體有幾多忍痛，返到屋企都只能夠打落牙齒，連血吞，將所有喜怒哀樂同恐懼全部死壓喺心底。我以前有一位街坊黃生，就係最典型嘅舊式香港男人。黃生出名好脾氣、好顧家，一生極其搏命，但性格極之沉默寡言。有一年佢任職嘅公司突然結業，佢年過50無端端失業，為咗維持所謂嘅男人尊嚴同唔想屋企人擔心，佢連老婆都冇講，每日依然準時換上搵得直挺挺嘅西裝出門口。其實成個下真只係一個人坐喺公園發呆，喺圖書館流連。其實佢嘅胃部同肝部已經隱隱作痛咗好耐，但他死都唔肯去醫院做檢查，因為佢心入面極度驚恐。佢驚萬一真係驗出大病，成頭家會失去依靠，老婆仔女會陷入絕境。佢每晚最常做嘅一件事，就係等全家人瞓晒之後，一個人企喺漆黑嘅露台，一支接一支咁食煙，眉頭鎖到實一實。結果有一晚，黃生喺屋企突然冷汗直流，當場暈倒。送到醫院嗰陣，醫生搖頭嘆息，話佢早已肝氣日結至極，五臟六腑嘅氣血一早耗盡，唔到幾個月就撒手人寰。黃生嘅離去，表面上係病，實質上係佢心入面嘅無名重擔同過度壓抑，將佢整個人由內而外活活燒成灰燼。夫妻之間每一次冷漠嘅冷戰，每一次針鋒相對嘅埋怨，對於呢啲默默死頂嘅男人嚟講，都係喺佢哋搖搖欲墜嘅元氣上壓落最後一粒稻草。佛陀喺2000幾年前就已經講過，世間無緣之聚，亦無因之散。好多人將夫妻之間嘅相遇當成係一場隨機嘅巧合，將兩公婆嘅性格不合、同床異夢歸咎於星座、八字或者純粹嘅運氣唔好。但如果用佛法唯識學嘅大智慧去觀照，你同你身邊嗰位枕邊人點解會喺茫茫81人之中相識、結婚、同台食飯幾十年？呢一切嘅力量全部嚟自於你哋阿賴耶識入面深層嘅業力黏人。淨土宗13祖印光大師喺文獻入面講得極之精闢透徹，世間人同人之間嘅至親貼其實呢，
無非就係4種深沉嘅因緣牽引：一者報因，二者報怨，三者上差，四者討債。夫妻之間嘅關係亦都逃唔出呢4張宿世業力所編織嘅大網。第一種係報因之緣，宿世之中，你或者對方曾經受過至深嘅恩惠，甚至救過對方一命。今生結為夫妻，對方一見到你就生起歡喜心，無論貧窮定富貴，都對你體貼入微，百般包容，兩人相敬如賓，共同成長。第二種係報怨之緣，宿世之中，彼此結低咗深仇大恨或者重大過節，業力將兩個仇人精準咁安排，成為同床共枕嘅夫妻。由結婚嗰一日開始，屋企就好似戰場一樣，為咗芝麻綠豆嘅小事都可以爭吵不休，用最尖酸刻薄嘅說話去刺痛對方最脆弱嘅地方，在拉扯與折磨之中消耗彼此嘅元氣。第三種係還債之緣，某一方向另一方前世欠低咗巨額嘅錢財或者情債，欠差嘅嗰一方今生喺婚姻入面任勞任怨，由朝做到晚，承擔晒成頭家嘅開支、家務同責任，為對方做牛做馬都毫無怨言。即使得唔到對方一句讚賞或者溫柔對待，依然默默付出到底。第四種係討債之緣，前世被虧欠嘅嗰一方投胎成為伴侶，今生就係專門嚟索取嘅。他們可能終日飛霍無度，沉迷惡習，或者喺情緒上不斷勒索折磨伴侶，令另一半心力交瘁，耗盡家財。當你看清咗夫妻背後呢4種因緣嘅真相，你就會徹底明白點解老一輩會講有福嘅人先行一步。喺因果法則入面，一個人在婚姻入面嘅使命其實就係了緣同還債。就正如剛才講到嘅陳伯或者黃生，佢哋喺婚姻入面扮演嘅往往就係典型還差與報恩嘅角色。佢哋用咗幾十年嘅光陰，每日起早探黑省吃儉用，做妻子同仔女最堅固嘅盾牌，將自己前世所欠低嘅債務、今生該盡嘅責任，一分一毫徹徹底底咁償還虔誠。當呢本厚厚嘅宿世業力賬本喺今生終於蓋上咗結清嘅印章，嗰一刻，他在呢個娑婆世界嘅婦女就已經功德圓滿。他嘅先行離去，絕對唔係命運嘅懲罰，而係天地因果法則俾他嘅一次徹底解脫。他唔需要再留喺呢個充滿病苦、衰老同孤寂嘅肉身入面受罪，他嘅靈識得以安然卸下重擔，往生善道，甚至脫離苦海，而留低喺世間嘅嗰一位，好多時候係因為自身嘅執念未破，修行未足，或者該受嘅孤獨果報仲未受完，所以必須留低落嚟，喺空蕩蕩嘅房間入面，獨自面對自己心靈最深處嘅功課。緣起而聚，緣盡而散。明白你呢個底層邏輯，我哋仲有咩理由要喺有生之年為咗一時嘅面子、短暫嘅得失，同身邊嗰位同修共道嘅伴侶互相埋怨、互相消耗呢？可能好多朋友心入面會好焦急。如果我發現自己屋企真係死氣沉沉，兩公婆成日冷戰，枕邊人或者自己身上真係出現咗元氣衰敗嘅徵兆，係咪代表我哋只能夠坐以待薄？佛法從來唔係宿命論，佛法講嘅係緣起論。過去做嘅因雖然改變唔到，但只要我哋喺當下改變個緣，未來嘅果報同成個家庭嘅命運走向就完全可以被扭轉。想為伴侶延壽，想化解屋企積壓多年嘅陰德之氣，你根本唔需要使幾千幾萬蚊去請風水師傅擺陣，更加唔需要迷信咩靈丹妙藥。真正的改運秘法就藏喺你每日嘅日常生活點滴之中。只要你同另一半由今日開始堅持做好以下3個人都可以輕易上手嘅修心功課，家宅嘅氣場同兩公婆嘅壽緣自然會慢慢回升。第一，睡前一杯暖水破冰法，化解冷戰，不留隔夜氣。夫妻之間最損耗壽緣同福報嘅，從來唔係大吵大鬧，而係無聲嘅冷戰與隔夜仇。女人以為沉默係對男人嘅懲罰，男人以為逃避係息事寧人，結果兩公婆同睡一張床，中間卻好似隔住一座冰山，空氣凝結成冰。呢種睇唔見嘅情緒內耗，每日都喺度暗中消磨彼此五臟六腑嘅元氣。佛家講一念親心起，百萬障門開。
由今晚開始，請同另一半立下一個規矩：隔夜氣絕不帶過夜。無論日頭鬧得幾僵，心入面有幾多搬扭，喺臨瞓覺前嗰10分鐘，請你主動放低身段，同我慢心。倒一杯溫暖嘅開水，輕輕擺喺對方嘅床頭，心平氣和咁講一句：飲杯水啦，今日早啲休息。就算對方當刻仲喺度黑口黑面，呢杯暖水同呢句善意嘅說話，就等於喺寒冰入面注入咗一縷暖陽。佛法講布施、消融與善意，當下消解宿世緣。你放過對方，其實就喺度放過自己，截斷咗惡業嘅蔓延。第二，廚房重燃生機煙火宮，以家常飯菜滋養家宅陽氣。廚房係成頭家嘅命脈。如果兩公婆長期依賴外賣食隔夜叮飯，成間屋就完全缺乏生發之氣。由呢個星期開始，試下每個禮拜至少抽3至4晚，兩公婆一齊走入廚房，煮一餐熱辣辣嘅家常便飯。唔需要煮咩山珍海味，包參翅肚，哪怕只係煲一籃普普通通嘅番茄豆腐湯，炒一碟清爽嘅翠綠青菜。當爐頭嘅火光一點燃，水滾嗰陣發出咕嚕咕嚕嘅聲音，整間屋瀰漫住飯菜嘅香氣。呢股最質樸嘅煙火氣，就係驅散家宅陰寒死氣最強大嘅正能量。兩公婆圍埋一張台，食住熱飯，傾下生活瑣事，呢種和睦溫馨嘅磁場，先至係世間滋養脾胃調和五臟最頂級嘅長壽補品。第三，每日半小時斷捨離觀賞，清空雜物，送走病慾執念。好多長輩以為留住舊物係慳戀，其實你日日囤積緊嘅係內心深處對匱乏同衰老嘅恐懼執念。你將過期10幾年嘅藥物塞滿抽屉，潛意識其實係喺度暗示自己隨時會病倒。你將幾十年煮唔落爛到褪色嘅舊衫塞滿衣櫃，本質上係揸着過去嘅幻象唔肯放手。每日撥出半個鐘頭，狠下心腸執拾屋企一個小角落。凡係過咗期嘅藥、破損無用嘅器具、發霉發臭嘅紙皮箱，決斷咁將佢哋裝入黑色垃圾袋，親手送出家門。一邊丟棄，一邊喺心入面做一個簡單嘅觀賞。我今日丟掉嘅唔單止係垃圾，而係送走成個家庭積聚多年嘅俗氣、病氣同執念。丟完之後，徹底打開窗戶，讓新鮮嘅空氣同明媚嘅陽光照入屋企每一個角落。屋企恬靜清通，天地嘅吉氣與生機先至能夠流通循環。住喺入面嘅人自然神清氣爽，病痛同災殃自然消退。只要大家願意喺生活入面踏出呢一步，唔隔夜嬲，勤開爐火，斷鎖舊物，再配合早睡早起嘅規律生活，你哋兩公婆嘅精氣神一定會喺不知不覺之間重新煥發生機。講到最後，我哋始終要回歸到生命最根本嘅課題，就係生死無常。就算我哋將間屋打理得幾咁一塵不染，將身體調養得幾咁健康長壽，喺呢個娑婆世界入面，生老病死始終係每一個人必須經歷嘅自然法則。總有一日，我哋都必須要同身邊嗰位同甘共苦大半生嘅老伴面對離別呢2個字。好多人一生沉迷於睇相、批命問風水，成日喺心入面惶恐不安咁問：我同我老公或者老婆究竟將來邊個會先行一步？其實當你心入面仲喺度執住呢條問題嗰陣，你已經不知不覺跌入咗極深嘅我執同恐懼入面。你驚一個人面對孤獨，驚失去依賴，驚自己成為留低落嚟受苦嘅嗰個人。但佛法話俾我哋知，8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2個人能夠喺浩瀚無邊嘅六道輪迴，茫茫幾十億人海之中排除萬難走埋一齊，同睡一張床，同吃一桌飯幾十年，呢份緣分本身就深厚得難以言喻。既然同行嘅緣分咁深，咁喺我哋僅有嘅餘生歲月入面，點解仲要為咗芝麻綠豆嘅小事互相埋怨，為咗無謂嘅面子互相折磨呢？我哋今日講咗咁多肉身嘅求救信號，家宅氣場嘅衰旺徵兆，佛菩薩同天地藉由呢啲現象俾你嘅提醒，從來唔係想嚇你，更加唔係想令你日日擔驚受怕。呢啲信號其實係天地因果慈悲敲響嘅警鐘，佢係想及早叫醒你，佢提醒緊你，你哋今生相聚相伴嘅沙漏正喺度一粒一粒咁倒數。既然聚首嘅時間已經越嚟越少，
世間嘅虛榮、爭拗同傲慢，仲有咩放唔低？當你真正參透咗因果同生死，你就會明白，夫妻之間邊一個先走，從來唔係一場懲罰，而係一段宿世姻緣嘅自然歸位與圓滿。世間最頂級嘅祝福，從來唔係求兩公婆盲目鬥長命，一定要一齊捱到100歲。真正最圓滿嘅福氣係，當大限真正嚟到，其中一位必須要先落車嗰一刻，大家嘅內心冇留低任何遺憾。留低嘅嗰一位，心入面唔會充斥住以前對佢唔夠好，以前成日同佢鬧交嘅悔恨與自責。先行一步嘅嗰一位，亦都因為今生得到過最真誠嘅陪伴與理解，可以毫無怨恨、毫無牽掛咁安心離去。留低落嚟嘅人，能夠將對方最好嘅笑容、最深嘅善意，永遠珍藏喺阿賴耶識入面，平靜咁走完餘下嘅修行路。做好呢一世嘅陪伴，收好眼前嘅每一分每一秒，呢個先至係世間最崇高嘅究竟大愛。生與死，身為凡人嘅我哋無法強求，但我哋唯一可以自主把握嘅就係當下相處嘅每一個念頭。今晚返到屋企，請你靜靜咁企喺枕邊人身邊，用心睇一睇佢，佢可能已經滿頭白髮，可能面容滿布皺紋，可能身上仲有好多令你睇唔順眼嘅缺點，但請你喺心入面諗深一層。8年之後，大家都化為一路青煙，一攬塵土，名利、家產、恩怨，全部都係夢幻泡影，一件都帶唔走。放低對生死嘅恐懼，少一分苛責，多一分體諒。世間最好嘅養生係心平氣和，世間最好嘅風水係夫妻和睦，世間最大嘅福報係當緣分仲喺度嘅時候，懂得全心珍惜；當緣分完結嘅時候，懂得坦然放手。講到呢度，我都好想邀請屏幕前嘅每一位善信朋友喺留言區寫低一句同行無憾，彼此感恩，或者寫低一件你目前喺家庭入面最想放低、最想釋懷嘅心事。只要你敢於寫出嚟，發願放下你心頭壓住嘅千斤重擔，當下就會鬆綁大半。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支影片有邊一句說話觸動咗你，令你對生死、對夫妻關係有咗全新嘅領悟與釋懷，懇請你幫手點一個讚，並毫不吝嗇咁將呢支影片分享俾你身邊嘅伴侶、親友同老友記。佛家講法，布施為序也好，就係你隨手嘅一次轉發，就能夠解開一對正處於冷戰中嘅夫妻嘅心結，挽救一個正處於內耗中嘅家庭。呢份功德無量無邊。仲未訂閱頻道嘅朋友，記得撳低訂閱並開啟小神燈，我哋將會持續同大家分享更多通透嘅佛學智慧與人生真相。感恩大家嘅慈悲聆聽與相伴，祝願屏幕前所有嘅善信家庭和睦，福慧雙修，身心自在。阿彌陀佛，我哋下一支影片再見。